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款的大事代？头起先就来报你知。总统府和文化总会下晡举办台湾英雄应邀动盛大游行，这奥运的台湾英雄沿路接受到民众的呼啊声。今日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确定成立，伫10月13日投票，这回同意票爱76900多张，才会当通过罢免案。台北有一个幼稚园园长的后生，这性侵害6个囡仔，犯214条罪，互法院判28年。那市政府也甲相关的官员记过处分。今日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确定成立啊！在中选会今日公布，这投票日就是10月13礼拜。谢国良表示讲，目前照民意来看，家己会胜选。不过根据着选罢法的规定，这罢免案同意票要超过本地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4以上，而且要坐过无同意票。一届所需要的是76979张票，才会当通过这罢免案。现在今天宣告罢免案成立，投票日期是定在113年的10月13日星期日。国人市长谢国良罢免案确定成立，中选会公布投票日的定伫10月13礼拜日，不是进前传出的10月15。谢国良49岁生日天。为了维持罢免的公平，并且避免我们选务的事项成为罢免案双方攻防的不必要的议题，决定投票日期为影响层面最小的。不敢过，还是要好好的准备好，打好这一场选战。要告诉更多的民众，需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这个选项。依目前的民意依规，我是会胜选。谢国良讲，心里原爱比前，不过强调有信心。而根据中选会数字，国人市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是307913人，罢免案同意票必须达到总数1/4以上，而且爱比无同意票较侪才有法度通过，也就是需要76979票。不过罢免团体提出，连署人数是43137人，而且插队了后，符合规定的只有36909人，剃度6228人。提议人也不能当第2阶段的联署人，重复的这个部分，印象中有2000多笔，所以也蛮多的，是也要剔除。我们会持续宣传罢免理由，本周末也会开始安排志工持续上街宣传，与依然对罢免有疑虑的市民朋友进行沟通，也希望国民党不要再以非事实的政治语言来蛊惑市民朋友。你们的对手是基隆市民，而不是民进党。期待可以跟谢国良来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决。罢免团体搁再讲到，罢免无关政党的对决，也毋过国民党批评民进党积极介入推动罢免案，更加指出民进党7月末年发动更加大的罢免的情形，呼吁贵人市民投下无同意票，阻止这个歪风。民进党是讲尊重贵人市民公民权的行使，会继续对监督市政角度来检视谢国良伫市政顶边的弊端。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逼出着这政治现金做假消息的风波，立委黄珊珊请示当日，和会计师段木正竞选财务长李文忠做伙送中评会。中评会决议后礼拜请因3个人来做说明了后，接下来做决定。黄珊珊表示讲，伊一定会去说明，若敢要撕掉立委，就尊重中评会。民众党政治现金的假消风波，立委黄珊珊请示当日，甲会计师段木正竞选财务长李文忠斗阵上中评会，早来开会讨论说法。这位中评委全部出席，这次决议下礼拜会请黄珊珊、李文忠甲段木正到场来说明。提供他一个说明书，包括书面，还有包括来说明的时间。那他只要放弃的话，那当然来讲，我们所有的委员会根据事实状况来做一个评量。接到通知了，所以如果邀请的话，我一定会到。包括会计师都没有一个人是故意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事情发生了，我们就面对，我们必须要把事情理清楚，理清责任，然后还原真相。黄珊珊下晡出面来回应，他别讲家庭无家代志做好，会虚心来接受调查，按程序去中评会来说明，是毋是请示立委是尊重中评会。另外，前立委蔡壁如点名黄珊珊应该负全部责任。黄珊珊讲，尊重党内无共意见。也拿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是讲，就爱先家己徛好调，伊也来考试赖政府。先不要讨论究责的话，我们总是先把问题先解决嘛。现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效率突然变高了，你知道？一下子那个监察院也要来，
东西都被调查局拿去了，监察院又来又叫我们要交什么东西。原来民众党对段伯静提出告诉，双方是来拍官司。听讲段伯静不爱替人死，民众党搁再讲到，无人希望行到这一步。他能够发挥一个专业的会计师去帮我们做审核跟相对应的做法，但是他会做出这样非专业的事情，这不是我们当初会设想得到的。郭文天看下江华城用这案，北检已经团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正生说明，并且出境管制，对家己可能是一个约谈对象。郭文天法院讲袂对单一个案来落指导期。我发现只有盖了2个章还3个章，那剩下的就是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都市设计委员会专案小组，他们就去处理，我都没有再去过问。议员游秀慧指控郭文天拿予市府都法局甲江华城拍官司，另外一边就是予都委会为江华城建议其他解决的方案，像是指示都法局副市长做专案管理，要求检调监察院议会3方面同步来调查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个幼稚园园长的后生，防指控性侵囡仔，搁翕私密影像。专案经过审理，法院认定有6个囡仔受害，这被告犯224条罪。今仔日依照强制性交等罪，一审判28年。台北市政府也公布行政听取的结果，对教育局的辅导员、高级董事的副局长，也有社会局的家访中心主任等等，拢予记过处分。对警备车行落来，法警甲介好，正式到庭来听判。台北幼稚园的性侵案，加害者就是伊，挂黄色喙暗的姓毛的查甫人，涉嫌对细汉囡仔性侵害含卡来手来，佮翕性私密影像。台北地方法院认定讲，敢若是对6个受害查某囡仔，伊就犯224条罪，佮罪防判的刑度加起来就超过1200年。16照强制性交等罪，一审判处应该执行有期徒刑28年，专案下当上诉。今天这个结果，家属这边可以接受。我可能还要再跟他们报告一下。但是园长的后生嘛是教保员的姓毛的被告，在台北信义区家己厝开的幼稚园咧做工课，所以今年开始就对细汉查某囡仔实施犯罪。判者当时有真侪项理由，包括合议庭认为讲伊的家境学识拢真好，佮有幼稚保育专业的知识背景，真清楚知影讲细汉囡仔伫学龄进程身心发展健康的重要性。嘛知影讲细汉查某囡仔拢还未满7岁，无同意也是拒绝的性自主能力，竟然为着要满足家己的性需要，做出相关犯行长1年的时间。那被害者真侪，犯罪恶性重大，造成被害人身心严重创伤，连烦恼的态度拢真歹。幼儿园如果涉及性别或不当对待事件，经过我们的认定委员会认定，它是终身或者是1到4年不可以聘用、任用或禁用在教保服务机构内，都会公告在这里的专区。专案爆发了后，台北市教育局即嘛有动作，伫观望室专区公告幼稚园无适任的人员，但是市府各局处迄当阵相关处理嘛引起外界的质疑，内部嘛召开考绩会，透过行政定处，教育局顶悬到时任的副局长，下骹到辅导员和社会局交通中心的曾主任等人，拢逢记新界小告才会处分。案件的来源有时候是来自于警政、社政跟教育体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3方的横向连接是缺乏的，整个网络的一个串联的历程当中，就会产生漏接的一个状况。面对细汉囡仔的安全，安怎下副防范强化保护？监管基金会讲，警政、社政、教育各机关的反向联络，拢爱搁加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2月发生这中国渔船并船案件，金门地检署今仔日侦查终结，认定这海巡的巡防艇无故意去弄中国渔船，而且中国渔船确实是有违法，对这艇长也个驾驶2个人无被起诉处分。也因为今仔日是中国禁猎鱼的解禁日，这个金门厦门海域，中国海警船也个中国渔船是伫遐拢是甜满满的，就是烦恼讲有渔船和中国迄边搁再发生冲突，但是海巡也赶紧出动维护安全。画面内底这只中国山姆渔船虽然有弄到的痕迹，不过船身并无变形或者是受损。这件发生在今年2月14日，中国的渔船为着要闪过咱海巡巡防艇登船拦检，煞发生并船造成2个人死亡的案件。即马金门地检署侦结，检查渔船甲巡防艇船身弄到的痕迹，因为小可改掉尔，认定巡防艇并无挑工要甲弄。我们有发现这个起网机，所以照这个生还者的说法，就是他们要去收渔网。船顶加网机的状态正是生还者的讲法，而且检方调查嘛发现讲，代志发生进前，金门的渔民几啊届反映讲，有中国的渔船走入来咱的海域，而且佫偷摕咱的渔网啊。
因若即只渔船仔毋若无准名，听到咱的海巡要去哩检查了后，是使真紧想要赶紧宣，明显违法。而且过程当中，拢伫金门的禁止水域内底，认定海巡会捉船是有法律的依据。巡防艇它的船头其实在高速航行下会翘起来，所以这个巡防艇上的人他其实看不清楚陆基快艇是怎么翻覆的。巡防艇伫码头台面，也若因为涉嫌过失致死罪，红列做是被告姓黄的海巡船长，也个姓蔡的驾驶，10人是以不起诉处分。本案没有收证录影。海巡署已经多次向社会及家属致歉。海巡无收证引起争议，海委会主委管佩玲嘛讲，已经有买执勤监控的设备，嘛已经分类，要求当人都要落实收证的程序。也若为中昼开始，中国的休渔柜已经正式解禁，金门、厦门的海域四界拢是中国的渔船啊。在搜寻的时候，就有发现4艘海警的大陆海警船在这个航道外面在巡逻。毋那是中国的渔船啊，中国海警船早起嘛包围金门，宣示主权。咱的海巡是赶紧出动去保护。也若渔会嘛，佫一届提醒渔民要细致，避免甲中国的海警船或者是渔船啊发生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昨日公布，李义勇是新任的驻日代表，按算9月会去日本就任。因为台湾的友邦帛琉总统惠恕仁最近是搁在指控中国想要摕观光做武器，要爱帛琉和台湾断交。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感谢惠恕仁总统唔惊威胁，呼吁咱的民众就爱较积极到帛琉观光，替咱的友邦拼经济。我也是在这里推荐一下我们现在12个邦交国当然。我要固邦也要靠大家，还是要用龙邦的方法。外交部长林佳龙受到邀请去旅游展览开幕致辞，推荐民众去暂时的友邦观光。其中特别讲到帛琉，因为帛琉总统惠恕仁最近搁一届指控讲，中国摕观光做武器，想要互帛琉甲台湾断交。惠恕仁讲，帛琉需要经济发展，不过嘛真注重价值观，因真珍惜甲台湾的友谊，嘛强调讲愿意甲中国做朋友，不是个唔是摕甲台湾的邦交来交换。用观光做武器那也许一时可以影响，可长期来讲并无助于彼此的关系。非常感谢惠恕仁总统他能够不惧威胁利诱。除了友邦，嘛要持续争取理念小国家的支持。总统府昨日公布李义勇是新任的驻日本代表。李义勇讲会全力来打拼，强化台湾甲日本半导体、AI 产业也有安全的合作。李义勇在1980年代，捌甲前总统陈水扁、前立委黄天福，因为丰莱岛杂志的案件，轰判8个月，人讲是丰莱岛三君子。伊捌做台北市议员、台北市民政局长、甲内政部长等等。蔡英文就任总统了后，伊捌做保混会主委、考试院副院长、甲总统府主政，政治的经历是真完整。去互看做是总统偌清德，甲日本拢会当信任的人。按算9月份去日本就任。也若日本后一任首相的人选之一，也就是前防卫大臣赵朴博，顶一日带团访问台湾，中国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林佳龙嘛批评中国战狼的外交，效果敢若会愈歹。外交大家就是以对等互惠那来交往，战狼式的外交有时候是反效果的。那我想台日之间，我们除了地缘接近，那人民之间也很亲近。林佳龙强调讲，台湾甲日本交流密切，国会当确保区域的安全甲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昨公布上届新的一集的这个国防线顶影片，头一届看到官兵操作有载炸药的无人机，步机攻击这车辆和船啊，未来也依照需求成立这实验室的编征部队。有专家指出讲，中国会把这无人机运用伫咧战术，咱台湾伫这方面呢，就要赶紧发展才是。这只是伫无人机顶悬绑长形的物件，机体下骹挂物件，成功了后对目标攻击，且一个就吹去。海上小艇嘛精准拍到，国防部公布上新一集的国防线顶影片，第一摆出现官兵操作有炸弹的无人机，模拟攻击车和小船。未来将寻求与国内无人机产业链合作，建构可视国防工业，同步也会依需求成立实验性编装部队。
无排除未来成立实验性的编种部队，提升战备能力。尤其中国军队一直侵扰，国防部讲，中国军机对15早起6点到16早起6点，侦测到中国23机人持续在台海4号内的活动。中国军机日计人敢若43海里。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实中国无人机的进展，他们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无人机量产之后呢，广泛的不止陆战队，连陆军的机部单位，甚至连这些后备动员起来的后备步兵，都能操作到部分的无人机。军事专家讲，4台无人机在俄罗战争内面，替乌克兰打败罗西亚的装甲部队。不管无人机、无人艇，拢是未来建军的趋势。毋但用伫部队群的战力建构，嘛是各国拢爱面对的作战形态。因为中国早就普遍把无人机用伫战术，建议各军的训练人员会当对海军陆战队、拖甲陆军的机务单位，也是后备步兵。4K 加310台东大桥南端引道。提升战力嘛，要强化国内战时救灾的能力。公路局台东公务段16下晡15日台东大桥的引导，和炸弹炸破都要随抢修。台东公务段讲，这摆有35个教育调集员参加，透过训练会当互同仁拄到紧急状况的时阵，嘛会当分工加明确，确实掌握修复进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这假车牌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今年已经抓到这187个人咯，敢若最近这半个月就抓到30个。警方调查发现讲，规个犯罪产业链是透过两方合作，台湾的店家对网络接订单，中国负责生产，这一组假车牌会当卖到上万块。按来讲到这挂假车牌代价相关会当罚到10000块以外，而且也犯到伪造特定文书罪嫌。民众甲恁提醒，就是这科技是愈来愈进步，唔通想要软空棒。警方司机抓个拄好，伫车主要开车进前，先甲人砸来。原来警方发现讲这车牌有问题。你怎么可能在网络买一个真的啦？这查甫人安怎讲，其实拢无效，因为假冒车牌，警方当场就查到证据显现。这车牌是假的。这台车违停伫路边，巡逻警察要来查违停，意外发现讲这台汽车挂假车牌。警方专案来清查，短半个月，全台湾已经抓到30人挂假车牌。今年到即阵，更加查到187人。使用伪造车牌，除了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以外，也会涉及刑法的伪造特种文书跟行使特种文书罪。大部分互抓到车主拢讲假车牌是对网络买。警方调查证据，犯罪产业是由台湾接单，中国来制造。无警车号被现货一组的设备6000，挑工订做车牌，袂更加悬上万拢有。买家的这个样态的分析，有 A、B 车，那另外一个原车主的部分，像类似酒驾，或是那个超速，然后被吊扣车牌。涉嫌来挂这个假车牌，警方讲一大关键理由就是车主的牌照，因为交通违规、防吊扣也是吊销咯。尤其是去年7月超速新制实施，加严来扣牌标准，甲修法进行比较，这类违规的计划，件数更加大增加6倍。有制造灰名单疑似有伪造号牌的这些车号跟车辆建置在我们的车籍系统，包括检查的 AI 系统或者是听管单位，能够快速的查询。假车牌走全台，公路局定出那亲像是假车牌的名单，正伫建议讲相关防假机制，只是伫面册顶面改拍关键字，社团也是充满车牌买卖资讯，除了后壁来打击源头安怎阻断也是重点，才有法度防止有心人靠假车牌以假乱真，甚至论做破坏集团来形成治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今早起发生规模6.3的地动，全台湾拢会当感受到。气象署也经过校正了后，甲早起的地动列作是4月初3花莲大地动的地动尾。就专家分析讲，这花莲大地动了后，板块拢刷位，会有真侪地动尾来发生。今年的地动总数会比英国搁较侪。也有专家警告讲，这花莲外海的琉球海溝型地动已经来到8年周期，虽然是无法度預測，不過咱會當先做的就是防災的準備。昨日早起7點35，花蓮外海發生規模6.3的地動，收落來，閣是連續有真濟件地動尾，民眾出來吊頂海甲真厲害，物件嘛攏落去。這個地動全台攏有感覺，中部雲林、嘉義、閣有宜花東，上大的進度攏來到時，賽車民眾攏明顯感覺頭殼在跳。因为我在吃早餐，所以那时候感觉那个整个地名起来，然后就是左右摇晃，摇的还蛮久的。我觉得没有怕不怕呢，大自然的力量都是要敬畏的。
气象署伫第一时间替防灾需求快速定位了后，认定这个地当是独立事件。不过伫收集观测资料处理了后，把地动的深度对原本的9.7公里改作19.36公里，为嘛对西平线调整了后，把这个地动放入控诉控山花莲大地动的地动尾数列。目前控诉控山花莲主震包括余震，加起来到1653件，位置相当靠近那个我们0403今年0403的那个震央余震的分布区。今天的地震跟0403的主震是有关联的啊。那如果它是发生在同一个断层面上来讲，那就是它的余震。根据地动测报中心统计，今年以来规模5到6的地动已经有85件，规模6到7有9件，另外规模比7更较大的目前有1件，就是控诉控山花莲的7.2公震。专家分析，最近3-4年花莲的地动较济，主要就是菲律宾海板块要进入去欧亚大陆板块的过程中小 A， 未来要注意花莲外海300公里的琉球海高型地动。如果一个规模8的地震，它华语数是每年4公分的话，那它差不多是100年要动一次，从1920到现在已经104年了。今年的那个地震的确是有比较多的那个趋势，因为现在才8月嘛，那这个有可能会打破2022的那个记录。专家认为讲，控诉控山花莲7.2的公震了后，是引起规关的地动尾。今年地动的总数确实是较济，最近同款有地动尾发生的机会，目前科技也无法度预测地动，民众目前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泰国国会16表决通过前总理戴克辛37岁的查某囝裴东丹当选新任总理。裴东丹成做泰国有史以来上届少年的总理，也是第2位的女性总理，也是戴克辛家族出身的第3位总理。8月之一呢，才满38岁，裴东丹16就摕到泰国国会下议院全体493票当中的319票，当选泰国第31任总理。那是泰国有史以来上届少年总理，也是泰国第2位查某女总理。那顶一位女性总理呢，就是伊的阿姑英拉。裴东丹呢，也成做戴克辛家族出身的第3位泰国总理。这裴东丹自2019年加入这戴克辛所创立的为泰党，也因为有家族的背景，自2020年的时阵当选国会下议院的议员。这裴东丹搁再爱等待到这泰王的任命，才会当正式来就任总理，而且任命伊的内阁。民主党总统拜登提选了后，进前是和这贺锦丽头一届做伙伫咧公开场合出现。拜登是学了贺锦丽促成一项和制药大厂协议，降价这药的介绍，等于是造福民众。不过，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Trump 却是批评贺锦丽的经济政策，背书是共产主义伫咧操控介绍。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连任的竞选了后，15头一届甲接替伊代表民主党参选的副总统贺锦丽同台。伫舞台后壁，支持者举起的标语，顶悬写感谢政府降低医生开的药的支出。进前白宫发联合声明，宣布一项甲制药大厂之间的协议。为2016年开始，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包括10种上届侪人咧食的药啊，介绍下落79%。有机会伫这个计划头1年就省60亿的美金。拜登讲，会降低药的介绍，是为着伫11月份大选进前，互民众莫阁因为药贵33来感觉不满，而且嘛大力恶了贺锦丽，促成通过稳准药价谈判的法律。No help from Republicans passing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thanks to the tie-breaking vote of Kamala, made it possible. I have an incredible partner. The progress we made, she's going to make one hell of a president. 同一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伫纽约西州举行80分钟久的记者会，伊甲牛奶甲麦片等等的食品拢摆出来，批评拜登政府应该为通货膨胀来负责，嘛大力批评贺锦丽经济政策，类似是共产主义伫咧操控介绍。She destroys everything she touches, and if she wins, your finances and your country will never recover. You're never going to recover. 针对贺锦丽边境的安全政策，川普是大力批评，讲贺锦丽暗算互非法的移民有公民的身份，甲免费的医疗照护，安尼会破坏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甲社会安全福利。有媒体分析，川普这一届的记者会是为着要趁势来压对手的声势，因为贺锦丽到今也无正式接受媒体的专访。另外，双方副手的参选人，也就是共和党范斯甲民主党华珠，按算伫10月7日会伫纽约市展开副总统的辩论。公司新闻，牛间编译。
目前全世界上界大粒的冰山 A23A 冰山，对2020年开始流向南极外海了后，目前因为这海底山脉造成的洋流，暂时卡伫咧南极海域。科学家认为讲，伊流到遐，较袂互这粒冰山扬到遐尼紧。也若负责监控的英国南极调查局 BAS 就表示，也无法度判断讲会卡伫遐卡偌久。编号 A23A 的冰山，科学家估计面积差不多3900平方公里，等于是有14个台北市遐尼大。伫 A76 冰山伫2021年分解做3大地了后 ，A23A 就变作全球上大的南极冰山。根据长期的观测 ，A23A 伫1980年就离开南极边界，但一直到2020年才互发现讲开始对北边去刷。除了英国南极调查局、欧洲太空总署哥白尼计划所属的小冰3号遥测卫星，嘛定期翕影像。帮助科学家来追踪 A23A 的动向。A23A, which is this colossal iceberg, twice the size of Greater London, is currently stuck effectively in this cylinder of water that sit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ern Ocean. But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is iceberg has effectively got stuck over this region of underwater mountains. We know that it's not grounded out on the seafloor. But what's instead happened is that it's got stuck in this kind of stagnant column of water, which we call a Taylor column. And it's just very gently rotating there, moving around about 15 degrees every day. And what we really don't understand is how long it's going to get stuck there. BAS 的追踪结果显示，讲 A23A 冰山伫2023年11月是离开南极半岛和南极大陆之间的韦德尔海，入去到甲南极围起来的南冰洋海域。BAS 就伫12月派出研究船，伫 A23A 四库底收集海水的样本。科学家认为，讲 A23A 伫氧气的过程中，会帮助矿物质入去到海水。收集样本的目的，就是为着要了解这矿物质对海洋生态影响。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来看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的东部，这森林野火是被收煞，影响到野生动物，需要消防人员来到解救。另外，伫咧非洲有一只呢，互老母放杀的黑猩猩，竟然是正高画图。目前这动保组织也当咧用伊的图伫咧募款，希望替伊导致一个会当百岁年老的厝。玻利维亚东部的森林野火对暗时烧到日时，消防人员一直拍火。今年前7个月，葡国的野火数量创下新高的纪录，至少有17000外的导火所在，烧掉上百万公顷的草啊树啊，真侪野生动物栖息地拢有火烧掉，动物也小死。消防员除了赶紧拍火以外，嘛要救这个互火烧掉动物。伫圣克鲁斯省，消防员发现这只狗野兽司机拢烧着伤，赶紧提水入甲淋。其他救掉也有4卡山甲6个囝。Preocupada por la situación, nosotros con nuestro equipo de primera respuesta de Dirección de Recursos Naturales, el día de ayer ha vuelto a salir 2 brigadas de bomberos forestales dirigidos a estos municipios que tienen y que necesitan mayor atención. 这无家区几个动物会暂时交由动保单位来安置。也伫美国福州有一只自细汉就互老母放杀黑猩猩，由野生动物基金会来收养。Good boy, good boy. 可能是因为甲人斗阵久啊，即阵被回叫做08年黑猩猩，毋若了解人意，也会晓学人画图，典型惊人的画图的天才。虽然看伊敢若提笔乱画，毋过人伊却是画出真趣味的抽象画。就用基金会打算用伊的画作来募款，要来筹备伊未来生活甲居住所需要的费用。He was He's special because he's so human, imprinted. We gave him one day a piece of paint, paper, a canvas. And he started drawing, and we saw that he had, hey, this art. So, I mean, he's actually enjoying it. 那伊的画作不哩有意思，这只黑猩猩伫饲养员教导下，也要洗喙齿，也要浸人，也是向镜头来微笑。对08年身上会使看出来，人类甲黑猩猩的 DNA 确实是真共。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这届的芭蕾奥运，咱台湾的选手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是有史以来第2好的成绩。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也特别接见奥运代表团，感谢选手的付出甲打拼，无论胜败，拢是台湾英雄。总统也讲，希望咱台湾会当成做体育强国。行政院长杜英台也有讲到，目前正咧筹备体育部启动，这筹备小组也已经启动啊。我一直认为你会赢。
呀，不过后来很可惜，因为球是圆的。总统赖清德一大力肯定奥运乒乓的国手小林同学林昀儒，而到伊伫奥运的场顶是全力在拼，看到羽球双打金牌得主王泽林，老总统嘛较紧甲问。我看你们应该会赢，但是第二局为什么输掉？第二局近乡情怯，有点太想把它拿下来，自己拿那个。不管有摕到奖牌无，赖清德讲所有代表台湾征战巴黎奥运的选手都是台湾英雄。你们那种拼劲精神。不管有没有得奖，每一个都是台湾之光，每一个都是国家英雄。我也要代表国人感谢林玉婷，不仅仅是你在拳击舞台上面的表现，而是在拳击舞台下你所展现的高度，还有你的风度。颁奖的时候，你还帮你的对手整理他的衣服，你实在是。伤过甘心啊吧！现在出来，总统是有真认真在看比赛，每一场放送，对总统的话会当听出伊是真感动。因为这所有的经典画面，摕奖牌、拼公赢、拼命演出，互世界是更较熟悉台湾。总统嘛希望选手和全民做伙打拼，希望台湾会当变作体育强国。政府打拼第一步，行政院嘛互你这个承诺。我们已经正式成立体育及运动发展部的筹备小组。正式启动。行政院长杜英泰除了爱筹备体育部的成立，佫希望大家甲国外的优点、选手需要什么，拢甲国家讲，互体育运动更加受到关注。这一次就是意外的走在路上可能会被认出来。曾经有人跟你求婚，当下看到感觉？那其实就是当下蛮惊讶的，就想说，怎么会这样？面对民众这么热情，选手是淡薄唔知要安怎。这摆巴黎奥运有人摕奖牌，有人摕好成绩，那是啥更加侪民众来关注台湾的体育活动。对选手来讲，当来台湾了后，精忠继续出发，要替后摆的比赛继续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和文化总会下晡举办台湾英雄荣耀同行的大游行，除了羽毛球男子双打金牌李勇含家教练的郭幸存、邱群武来以外，其他选手是拢热情参与。目前摕金牌林旭定徛伫个国军的战术列车顶头拍头阵，沿路接受民众的扑卡声。伫起行的战术车。做游行车队上头前的是奥运木胜球金牌台湾的骄傲林旭定，甲伊的教练詹志强，还有伊的亲戚朋友，做伙接受民众的扑声。这个游行号做台湾英雄荣耀同行，10日下晡举行，由林旭定拍头阵，后壁这台是体操单杠铜牌，人讲是鸟王的董家宏，摕到木胜球铜牌的吴思琪，甲陈念琴，真欢喜甲民众互动。现在摕到射击铜牌李明远，是甲观众摇手。后出场的是羽毛球男子双打金牌王泽林，现场的观众是伫花休，因为利用伫日本旅游。另外，亚东的选手郭幸存，因为要咧收养，所以无参加。伫总统赖清德的欢送之下，游行车队内底的选手甲教练拢总67个人，为总统府头前的大厅出发。现边快反连负责引导，国军嘛特别出动战术车，用行动来挺选手，展现英雄秀英雄。比赛真的很精彩，对，希望你们继续加油，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支持你们。他能克服这个性别议题，然后夺下金牌这个过程，也是应该是蛮辛苦的。当然也是恭喜他能拿到金牌，让全世界再度看见台湾。游行的路线有1.5公里长，现场人是叉，民众有的举旗啊，有的家己做看板，甲选手応援。这个游行的车队是受到民众的欢迎，嘛是一个真完美的结束。是我们极限王子陈义通。台北市政府嘛刷落举办奥运英雄 Fashion Party， 在国手穿真世界的服装，参加极咸的陈义通，行红毯甲民众做伙翕相，拍羽毛球混合双打的选手叶芳伟，规分数嘛穿甲啪哩。另外，人讲是台湾野秀的头人王冠宏，甲有台币系统的韩安哲做伙出席，加做焦点。其实很享受这个舞台，然后也很谢谢在场的各位，然后家人、教练啊，所有支持我们的人，然后给我们加油、祝福及鼓励。我们会做好选手的本分，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从中感受到我们的热情，然后跟我们一起推进拳击这项运动。包括王泽林、吴思琪、李明远、董家宏等11个户口徛伫台北的奥运选手，因穿定做的服装，以名称的规格行红毯，甲民众做伙分享奥运公赢的时刻。记者综合报道。
近摆这奥运比赛，台湾拢有一段时间出现这运动的热潮。除了行政院已经宣布要成立这体育部的这个筹备小组以外，希望伫咧2025年赶紧来成立体育部。另外，根据着这人力银行就业平台调查，国内运动产业逐个月平均有47000个工作机会。人力银行表示讲，这个数量是伫咧疫情进前的2倍，这也显示讲这运动产业是愈来愈兴。香槟满满的民众，拿摕旗仔，拿喷彩带，激动搁欢头喜面，咧欢迎咱台湾的英雄。台湾选手即摆伫巴黎奥运摕到2金5铜的好成绩，嘛引起运动事业的热潮。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台湾伫奥运了后，逐个月平均拢有47000个运动产业相关的工作机会，数量是疫情期间的2倍。在奥运结束之后，104人力银行观察，目前全站有4.7万个跟运动产业相关的工作机会，跟疫情前相比已经成长了2倍。加上呢之后呢，不管是东京奥运以及这一次的巴黎奥运，都带起国人的运动热潮。人力银行业者观察，体育系学生伫毕业了后，上侪人做的工课是体育老师甲健身房教练，但是嘛有真侪学生伫毕业了后，唔知影家己要做啥物工课，为着要增加学生就业的选择，有运动休闲系教授表示，因会伫课程当中加入上新的 AI 教学，安怎经营自媒体、拍影片等等，增加学生未来找头路的选择甲竞争能力。现在学生毕业之后，应该要多接触跟现在时事相关的东西，像现在最新在推的 AI， 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课程也能够结合这一些部分，像现在有一些媒体啊，自媒体的制作，或者是说一些运动摄影的拍摄，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学生以后就业的工作竞争力。奥运的热潮引起大家关心，要安怎让咱的运动产业会当愈来愈发展？行政院嘛宣布要成立体育部筹备小组，希望伫2025年正式将教育部体育署升格做体育部，发展台湾的体育甲运动。记者陈阿选、钟俊佑台北报道。常常听人讲，Z世代就是讲1997年到2012年之间出世的人。根据调查，这个世代有62%的人，逐个月会定期投资7113块。另外，找头路的时阵，上惊撞到责任制、加班无算薪水、薪水唔记等等。若照这平均薪水来看，这个世代少年人一个月领3万6左右，无达到因期待标准。身为Z世代成员，今年27岁正先生，目前担任建筑设计师，入职图5年后，目前月薪加奖金每个月将近6万块。不过放假的时间，伊嘛无伫休，积极伫厝的接案，为家己的薪水加薪。现在是高房价、高物价的社会，那我也希望有一些投资的。在投资上面，4万是比较稍微足够一点，可以过生活的。储蓄的部分我都会抓5000内。1997年至2012年出世的Z世代，因为重视及时享乐，较互人打工真请赢散的这个想法。不过，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煞改变大家的看法。统计有6成2的Z世代拢有理财投资，主要根据包含 ETF、股票、定存甲基金，每个月定期投资7113块，占整体收入的2成。另外有3成8的人是因为无寄出来钱，而且无投资。调查统计是指出，Z世代实际平均月薪是36040块，期待正值月薪是40742块，这2个是差4702块。上互Z世代囝的工作就是责任制、加班无薪水、薪水拢无起，也是先群家长摆贴新人这现象拢上本。现在 Z 世代呢，他们对于生活品质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们也希望他们的薪资可以往上提高，然后同时再加上现在的通膨情况居高不下，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薪资期望值也会更高。专家指出，即马Z世代真有想法，勇敢表达甲沟通，不过因为工作较无经验，对于这场的人际关系较会去踏着红线，所以大部分是希望主管会当协助解决工作问题，也是稳准犯错，这原来引起无共这场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
极端气候和热天是愈来愈热，劳动部伫咧8月初已发布新规定，若准户外即危害达到上悬的第4级，雇主伫咧工课场所和休困的所在呢，就爱设早日会当降温的设备，若准无只会当罚到30万。也因为最近这几年劳动检查发现讲，也是有一成的事业单位拢无照起工作。中昼休困时间，伫营建工地外口，工人家己找天桥骹休困。外口温度超过30度，天桥骹休困会使免予日头直接晒到。严过一批伫咧做水沟工程的工人，周围就无大型的建筑物通炸，只有家己找较凉的所在去休困。边仔要有传饮料，互劳工来补充水分。热天伫外口工作是真热。啊，热了怎么办？热也是要做啊。会不会做到热到虚脱这样？是还好，是不会啦。那真正热到真无爽快，劳工讲要赶紧休困，莫硬惊。另外是不是特别提供这个炸日头的设备、电风，也是讲喷水雾来降温。不过这大路边的工地要安尼做是无遐简单。那你都怎么保护自己？躲起来啊！政府如果去罚那些老板的话，死还不是死在我们？通常都忍耐这样哦。那不是忍耐啊，这根本就没什么不能忍的啊！不然就不能忍的就回家睡觉就好了。热天日头赤炎炎是真热，危害风险真悬。劳动部发布新的规则，8月来实施。参照温度甲湿度定出热指数表，即要达到上悬的第4等级，像是温度32.2度，相对的湿度是100%，也是讲43.3度，相对的湿度40%。作业场所甲休困的场所，拢必须要设置即个炸日头设施，互环境降温甲通风，也提供即个长照饮水，若无上当会罚30万块。如果是那种固定的工作场所那一种的，你如果应该做没有特别困难，然后劳工又出事了，那个我们就可以去处理。劳动部讲，8月新制实施了后，也未开发，以宣导为主。严过近年来相关的劳动检查，发现有13%事业单位无落实降低作业场所的温度，9%无确实的提供较凉休困的场所。也若到今年7月为止，查到8场的违规，大部分是应做工程类。记者综合报道。网络的世界真真假假，呼吁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就诈骗集团伫咧面册白种也个赖群组无名诈骗，使用这台南市台基文化班学会的统编名称个地址，伫咧招生理找人做台本工课等等。学会表示讲，这拢是诈骗，因无委托任何人做代志，目前已经向警方报案。这个号做 Christine 甲台基文化教室的白种野，整体看起来白相，对这两个组织拢同款，毋过有人检举，其实这个组织根本是假用台南市台基文化班学会系，即种有本身煞咧用学会统编名称来招生理，讲要找人来接翻译甲拍台文的工课。甚至这个老仔佫甲人关去加群组，学会惊人受害，出面赔会。我就甲参加入去啊，因为我感觉讲我对这个长滩台语足有兴趣的，叫我入去迄个社群，内面是一大堆推销的物件啦，叫人安怎投资啦，啥物货我就足受气的。这款安尼共欺骗、共诈骗的行为，阮伫即搭遮学员已经万200-300位向这个卖种也提出检举，毋过检举无效。所以我想讲用进一步更较积极的作为来提告。虽然目前也未传出有人受害，不过学会表示，惊到是发生薪水纠纷的代志，找来这个组织台基文化班学会16日透早报案，警方当咧调查。虽然宣传遮尔济，也是常常遮侪人会去用骗，但我家己是会家己提悬警觉。会来协助这黄理事长吼，就是咧联署伊的这个公司啦吼，来帮助伊来甲申诉，来甲。帮助伊来下架啦，吼，下架这粉丝专业啊，这两个假啦。传新报记讲甲下晡天下正地，也有另外一层，有人用台记台上台记节目访问王秀荣老师的影片，去大主大意伫网络咧招人做线顶书顶的工课，这拢是无影无遮的代志。乡亲爱特别注意新的诈骗手段。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礼拜就是7月15中元，即天有人讲是佛教的盂兰盆会甲孝子节，伫中华着少年辈呢举办中元行大活动。对于目建年救表的故事来看，中元普渡的风俗，希望民众伫咧传拜拜时阵，也知影讲这普渡的背后也有一段有效的故事。旧历7月15中元普渡，台湾各地拢有无同的祭拜活动，但是中元节是安怎来的呢？民间嘛有侪讲法。
中华有少年辈举办行大活动，和民众为无人救保的典故来看中原普渡拜拜风俗。7月时啊，大家拢感觉是就是鬼月嘛，较恐怖。但是其实是典故是来自于无人救保的典故，它是其实一个讲一个友好的故事，所以我带大家。行这八卦山周遭，当我们了解地狱是虾米的时阵，也许就无再恐怖，而且它的背后的典故，更是一个友好的故事。主办单位表示，上团释迦牟尼佛其中一位地主木莲，伊的老母因为做歹代落地狱，木莲为着救老母，伫7月15这天准备食面布施，消除落地狱的罪业，是一段友好的故事。这边行大地点除了有地藏王庙、八卦山大佛，上特别的，佫有行18站地狱，互民众了解10殿阎罗劝人悔改、做好代的道理。听到老师讲的迄中元节故事啊，哦，以前拢是甲大人咧拜拜尔，今仔日知影足侪迄中元节的由来，感觉实在是袂歹啊，加知影足侪代志的。今仔日就是带规家伙仔来，啊，下囡仔知影讲爱做好代志，莫做歹代志，我感觉这件代志最有意义的安尼。中元节的典故，除了无人救保，民间嘛有地官下罪的讲法。主办单位表示，过去若讲到中元节，有袂少几啊个的传说甲禁忌，希望透过行大活动，互大家了解普渡的典故，其实是有友好甲劝善的道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咧旧历7月，真侪所在拢会办普渡，不过高雄的油厂地区无办普，到今年已经有95年了。当地是改做春秋祭典，也禁止杀生，干来用火甲果子来制作敬神。在地老一辈也拢讲，无普渡无烧金，生命同款有斗保庇。旧历的7月份，侪侪民众拢会照民间风俗传好了的款待好兄弟，无论是三生四果，也是十花五色的各种四手啊，拢传家真青草真澎湃。不过，伫咧高雄油厂元帅府4颗练灯17个里，因为元帅爷公有降旨，当地对1929年开始就拢无咧普渡，改做逐年春秋2季敬花献果，制作拜神。实际访问在地人，因拢讲大家拢知影这个风俗，若是有新搬来祝福，因嘛甲因提醒。40几档毋捌普渡，毋过阮有家己有咧拜拜。外地人若要遮徛，你爱属于围墙，下咧就对啊，袂用普渡。围墙整整面，大家嘛感觉讲，无要普渡，是迄别间迄个，大家嘛有余力啦。经过数年以后，大家感觉讲，都拢真顺遂、真平安，就到这啊时，就拢无普渡啊。所以即马毋闹关税府附近3个庙寺中原拢无普渡，无烧金的风俗嘛维持超过1甲子。民众表示，拄开始确实有影有人袂惯势，毋过久来大家拢真认同。已经改50几年啊，嘛，阮在地这居民大家嘛，就是讲互安尼方便啦，吼免啦拄啊好，生命生也好啦吼，就爱煮一寡青草来庙拜拜，安尼吼。社会在改变啦，其实咱宗教嘛在改变啊。油厂元帅府建庙到大超过300年了，虽讲延续传统的科技，不过庙方认为庙是祭拜的方式，嘛爱对着时代环保个时行。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新德县德北的县政高路，才有一座翰林桥，这桥顶有13对用铜做的狮，代表新德县有13个乡镇。这狮的形体有客家风格，也有庙宇风格，其中有一只看起来特别古锥，这只呢，互民众望甲规个面拢金死死啊！怎么会这么可爱？看到古锥的狮啊，民众这边望望，迄边扫扫。新德县德北市翰林桥。桥顶拢总有13对用铜去做的狮啊，嘛代表新德县有13个乡镇。真侪民众经过这，拢会挑工伸手去摸摸的。它长得比较可爱，对，然后它的脸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路人过了之后就会摸它一下，然后就越摸越亮。每一个人走过，然后都会摸一下，可能祈求好运之类的，然后我也会跟着摸一下，对。1996年启用的翰林桥顶头的13对狮啊，每一只狮啊风格拢无同款，有客家风格、
金庙风格，各古锥艋舺风格。这个船面上的狮子，原则上我们是依照就是朝代的一个演进的排列啊，所以它比较是属于从它的多元的面向啦，就是从朝代，从南北朝以前比较粗犷的到就是明朝以后比较细致的一些狮子的这个造型的改变。狮仔一般有避邪迎福的意思，也若当地阁有一种讲法，讲准备要考试的学生，只要来这蒙狮仔，考试的运气就会加较好，嘛增加狮仔蒙落会好运的传说。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配合水上乡的产业也有信仰文化，举办草药的体验活动，带家长也有学生囡仔来认办水上的特产，也来学习到特别的科学。囡仔用引爆来引药草，准备要来做会当赶网虫的香茶啊！第一届有这种体验，大家拢感觉真新鲜。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举办药草行读活动，带家长甲囡仔为药草来学习地方的历史。哦，咱这个所在呢，以前呢叫做水骨头。啊，水骨头的意思呢，就是遮有足侪迄个水骨啦。啊，水骨啦呢，在咱进前哦，有足侪的蚊蝇啊，会杂生哈，所以足侪迄个瘟疫的产生。啊，那因为咱遮的这个祖先吼，以前来这个台湾遮的所在。种足侪草药啊，囡仔会当参与去挖这个药草，袂歹啊，亲近乡土，亲近自然。真好耍。啊，有啥物所在好耍？就是做这个红包，哦，去迄古早厝。为着要让大家知影水上乡地号名由来，甲地方自路的演变，所以这个活动佮安排在地历史的行读。有家长就讲会当借这个机会，让囡仔熟悉家己的故乡。认定的所在先要有水的问题，水了唔到，我就先当种一寡农作物嘛。所以水骨头会使说讲性水上的发源地啦哈。带着我的小朋友一起来了解，就是我们从小居住的环境，对，而且很有历史意义。水上乡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早期就使用药草拜药神的文化。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活动除了要学习实物的科学以外，嘛希望透过行读的方式，让在地特有的历史甲文化会当继续延续落去。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下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